感谢大家收听由主播玉香超级甜播放的歌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的福袋没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再来一个福袋啊，宝宝们。谢谢我们丫头点赞，大家一起把赞往上点点，宝宝们，我们现在7000，我们再差个3000，我们就到1万了，有点热。衣服好漂亮，今天穿这个，大家都说这个衣服好好看。